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Kelly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香港旅程嚟到最後一日，今日我會帶大家離開市中心，去感受一個更靜、更純粹嘅香港。我先搭上纜車前往大嶼山，沿途可以望到無邊嘅山海景色，空氣好清新，好似一瞬間遠離咗城市嘅繁忙。之後會喺昂坪一帶行走，參觀寺廟同山頂風光，感受香港另一面嘅寧靜與莊嚴。下午就嚟到大澳漁村，呢度保留咗最傳統嘅漁村風貌，有棚屋、漁船、鹹魚香同樸實嘅人情味。我仲坐咗艇仔遊大澳，近距離欣賞水上人家嘅生活，感受到香港最原始、最生活化嘅節奏。呢一日好似同香港講再見之前，重新認識咗佢最真實、最溫柔嘅一面。